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无患子，台语叫做麻味，有的地头讲下做黄目子。讲每一年中秋节的进前，这个麻味的果实有7、8分熟的时阵，农民就会开始来采收。啊，这三小班会趁好天气，把这个果实摕出来曝热，然后再取这个麻味的外壳来作为清洁用品的原料。 伫台南安定会使看到无患子的树仔顶生一粒一粒真成零景的果子，不过农民讲这是无患子的果子。当年伫9月到中秋节之间，当无患子的果子有7、8分熟的时阵，就会开始采收。 差不多离咧秋分到8分上多好，8分上多好。啊，因为我咧炊事，我有咧量嘛，咧发现成分偌济，我咧加悬呢。另外，万来的无患子，农民嘛利用好天气的时阵，把果子摕出来晒日头。伊讲要把果子的外壳抛大，然后才会使摕外壳做清洁用品的原料。所以伫早期，互人用来代替地壳，这嘛是祖先的智慧。就剪少一头车啊，差不多2礼拜就足大，嘿嘿，因为泡够大无水分才袂歹安尼。 即摆将无患子结合生物科技的技术研发清洁卫生用品，国外销到美国、日本、越南和香港等等的国家。即摆阁成功卖到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市场，成功将传统产业创造新的未来。